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星期三，家庭礼拜。我们今天要讲神是爱。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1章21到23节。Matai sagadzai atufang tu 10 laku cecai atau sir tangasa tu 10 laku tulu atau sir。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这一切事情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有童女将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Tusapulay laku cecai atau sir mama hufut jingra tu fainayan awawa ji yes han ku bi pangangan nau hani papa urip jingra tu finauran ningra abadias tu rarau han ningra usaka ira nunini hemak min i unika lahci nu ni suaran nu pada ayawai tu sua nu tabang tu ya caci puya pui ku di mitlan maufut tu fainayan awawa ji Immanuel han ku bi tahirang i jingraan sanai uta tulung no Immanuel i mi kaput ku kawas i titaanan sanai。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听说未婚妻怀孕，他就按着人的想法，觉得我的未婚妻一定做了什么坏事了。这是按着人天然的想法。可是他正这样想的时候，在20节有提到有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所以主耶稣超自然出生的事，需要借着天使超自然的显现，来开启约瑟的心窍，他才能明白，原来玛利亚并没有犯错，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她所生的儿子是很特别的。他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主耶稣天天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忧愁、重担、烦恼、脾气、老我，把我们救进他荣耀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本来高高在天上，我们看不见他，摸不着他，可是现在神降世为人来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借着圣灵再回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常常经历神的同在，经历这位以马内利的神。我们要非常宝贵这件事，主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在主耶稣诞生前的700多年前，就有一位先知叫米迦，准确的预言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他生下来就是要做王。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甚至有信心引导远方的博士千里迢迢来朝拜这位新生王。他们带了黄金、乳香、没药等贵重的物品献给耶稣。这些东西都是有用处的，因为后来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叫他带着婴孩耶稣逃到埃及去。他们逃到埃及一定要路费，所以变卖这些贵重的东西可以来使用。所以上帝早就安排了一切，
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一点都不欢迎耶稣的降生，就是希律王。他怕这个新生王，因为博士们竟然说他生下来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他就很怕主耶稣这位新诞生的王会抢了他的王位，所以他心里不安，连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所以一个人抵挡耶稣，不愿意接受耶稣，不愿意向耶稣完全投降，不愿意将生命向主全然降服，他就会像以赛亚所说的，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要欢迎耶稣，要接待耶稣，要信靠耶稣，欢迎耶稣在我们心中做王，做我们生命中的王，管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只要每天你愿意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你真的尊耶稣为王，愿意让耶稣做王管理你，你会经历到大平安、大喜乐。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交给这位新生王耶稣。有些人觉得怎么会有星星的引导，他们去研究那颗星的物理特性。我看过一个说法，提到主前的5到2年，有颗星与太阳同时升起，因而发出特异的光彩，所以那颗星很明亮。可是不管如何，圣经很确定地告诉我们，是神安排了这颗星星报告耶稣降生的消息。所以伯利恒之星是一颗希望之星。那些博士们带着心中的渴慕，付代价，花时间，经过长远的旅途，达到了目的地，要来朝拜唯一的王耶稣基督。他就是希望的来源。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明亮的晨星。第10节提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因为这星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同样的，万事万物也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当我们找到耶稣，我们就找到真实的喜乐。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喜乐的泉源。你对耶稣的认识越多，越追求他，越顺服他，你里面的喜乐就越加增。曾经有一对夫妇问我说，你服侍主这几年，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说，越服侍越喜乐。我的服侍和追求是连在一起的。我自己在聚会中服侍时，常常被喜乐的灵充满。所以我们可以越追求主越甘甜，越侍奉越喜乐。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名字意思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你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爱我们，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